几根？数一数。7个。哎，姐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断7根肋骨，这么严重啊？知道事情的后果没来？不太清楚。要不要看看视频啊？我希望你看了视频，给我详细回忆清楚到底是什么一个经过，是不是这个位置啊？嗯。里面哪个人是你啊？穿灰色衣服的。蹲着的这个是你。对。这个呢？这个是我朋友。你为什么要将他推倒在地？当时已经没有什么意识。那你做了什么动作呢？不记得。那你为什么要去推别人的车子？也不记得。早上的印象就是我一直在推他的车。为什么要推他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呢？你是个成年人呢。不记得。那记得你为什么要追上去不呢？我都不记得。那好奇怪。但是我就知道是在发生口角，就阿姨把我就是拉开，远离她的车。怎么摔倒的呢？被他扯倒了。你是被他扯倒的。现在是你摔倒了还是他摔倒了？我俩一块摔的。他就是往外面扯我，我要去扔他那个纸壳，然后他就往外面拉我。是不是因为你的推，让他失去了平衡？我没有动手，我都没有推，不是我推的，我肯定不会对人动手。我再怎么不可能推他呀。我了解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。他的车我都拦了，他把我旋了，一张一下又抽倒。我真的不觉得是我推他。可以不觉得我视频里面看得很清楚，好不好？给你看另外一个角度的，你把阿姨的车推倒了是吧？你自己看你的左手在做什么，看阿姨的左手跟你的左手还有你的右手你在做什么一些动作，是你左手在推他不？你左手在哪里？以前我在这里挡。挡啊，那是他又没对你做什么，那是挡啊！你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没一点认错的态度。这个事情是我做错了。你说一句认错就是认错的态度吗？